揀 A 嘅你呢，其實呢係相當之有能力嘅一個人。咁無論係你嘅腦袋啦，或者你嘅學習能力咧，都相當之高嘅。咁會可以講係你已經比身邊嘅人更加有天賦啦，同埋學嘢更加快。你都係會比較能夠喺呢個社會裏面咧好快立足嘅。揀 A 嘅你咧，同時咧，你最近嘅財運咧係一個上升嘅狀態啦，會由今個月6月25去到7月都慢慢不斷上升嘅。去到7月嘅時候會達至一個相對財富上圓滿而且旺財嘅狀態啦。which is 可能係你響譬如落街啊，都會有個喂，突然間遇到減價，或者你做生意嘅都容易再開單啦，或者甚至乎有人主動去揾你做嘢啊，俾錢你啊，為你支付一啲錢，好似搶住去俾錢你用咁樣嘅，有機會係咁啊。如果你做創業啊，或者做生意，咁亦都會見到咧，你已經行過咗人生一個好多嘅挑戰，好多嘅磨練嘅狀態啦，會開始順利啦。咁最後一個狀態咧，你係手裏面有個獎杯咁嘅狀態，咁個畫面就會係講緊，其實咧你手裏面有所有你需要嘅知識同技能啦，同埋經驗啊，咁你已經可以準備起行或者起飛。揀 A 嘅你咧，可以去睇我最近最新嗰條片，新心靈創業嘅必修課同埋15個創業方式，加油啊！揀 A 嘅你，拜拜。